徛踮淡水河边，这栋红色的礼拜堂，是1932年纪念马偕牧师来台湾60年，伊的后生介瑞廉先生亲身设计、监工起造，过当年完工的。伊做台湾当地的师傅起的，伊当地下淡水的师傅最认真的，伊来起这红砖仔厝，伊研究欧洲人起教堂，这红砖仔是安贴的。各位保的是咧讲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神，这三个呢对基督教来讲就是三位一体。经过几啊届细地、细厝、买地，教堂才有即阵的风貌。150栋外前，马偕传道理的起点，其实只是一间简单的厝体。伫1872年的时阵，马偕对淡水上陆，上陆起来了，伊先去租厝，当做伊的基地，伊伫遐开始有做讲道，所以嘛吸引真侪人来听，所以伫迄中间正做袂输一个礼拜堂。马偕博士自当时3月来到淡水，无到5个月，已经通用台语来讲道理。来到伫淡水找迄牧童放牛的，迄个囡仔学一寡台湾话。听讲有一个俏谈讲，一开始伊用台湾话讲道的时阵，嘛是有较草根性的语言出现安尼虽然下过语言这关，但是自讲道理到要互台湾人通信教，毋是遐尔简单。其实马偕咧做宣教，无遐容易啦。咱讲性别的问题、族群的问题，都有一寡咱讲甲西方的文化带出来，甲台湾的冲突。因为文化冲突，马偕深开始传道理，是受尽侮辱，互人牵石头、弹垃圾啊，但无影响伊传教的决心。伊毋但设立台湾北部头一间西洋式的病院——虎尾街医馆，嘛甲台湾现代化医疗基础拍甲足材。另外，嘛伫淡水办牛金学堂，透过这款方式来听伊讲道理的人，一个补一个。但迄时要传福音予女性，难度真悬。伊落汉家，所以坦白讲，伊要教人传教，特别伫女性的顶面，的确会拄着脱界。所以当时大家就甲鼓励讲无你娶一个较好啊所以伫迄中间有人介绍一个女生叫做张长啊，到后来改名叫做张长命，叫做马偕牧师的太太。所以后来马偕伊咧办教育的中间，特别伫这个女子学校张长命，伊就会当扮演对着女性的帮衬、关心甲教育。马偕博士原本决定规世人拢无要娶，但看到台湾妇女无受重视，伊决定结婚，和伊的牵手张聪明做伙办女子教育，打破性别的限制。当女生可以开始读册的时阵，哇，迄个咱讲性别的意识就开始有进步安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你要进步，你要改革，的确会拄着挑战。就亲像马偕牧师讲的，我毋惊，我的信心在于上帝。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伫坟墓中看见山岭，伫云中遐空观望。